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中国解放军昨伫咧台海周边发动13点钟的军演，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国务院就呼吁中国要有站责。美国国防部也批评中国的军事施压行动无负责任，搁破坏和平稳定。另外，英国的国防大臣嘛谴责中国这款侵略性、恐吓性的行动。 解放军则是伫台海四边发动13点钟的联合大舰2024 B 的军演，引发国际高度关注。伫美国国务院表示观察了后，美国国防部发出声明，指出解放军的军事施压行动是无负责任、无成比例，而且破坏稳定的，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甲全世界是真有关系。美国会继续甲盟友伙伴合作，确保印太地区自由而且开放。 英国国防大臣施里也谴责中国真有侵略性甲戏惊意思的行为。Many of u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launch of the recent military drills by China around Taiwan. Woul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like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demn these highly aggressive and intimidatory manoeuvres? Mr. Speaker, I will indeed. He will know that ours was a party that went into the election committed to build on the commitments that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had made to the Indo-Pacific. 欧盟同款发声表示，中国军演进一步升高海峡两岸紧张的情势，重新强调反对任何各方面以武力胁迫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德国总理肖兹也表达同款的立场。Wir schauen natürlich genau hin. Für uns ist auch immer klar, wir gehen davon aus, dass niemand versucht, mit Gewalt an der Situation, wie sie zwischen Taiwan und der Volksrepublik stattfindet, etwas zu ändern, was uns nicht davon abhält, die Dinge genau zu betrachten. 日本首相石破无讲，台海甲台湾四边的和平安全对日本甲区域非常重要。日本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势，并且做好责任的应用。外交部呼吁中国勿假借理由无端之事，成为破坏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对国际朋友的支持，咱外交部表示诚心感谢，强调台湾会继续充实自我防卫能力，并且强化甲理念相斡的朋友合作交流，向世界展现守和平主台湾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两韩的局势加悬，北韩指控南韩的无人机入侵领空，也一寡批评北韩当局使人人民的宣传单。北韩是起价切断甲南韩相接的公路甲铁路，甚至伫咧15日真正甲通往南韩的经义线甲东海线，伫北韩这边的铁路公路拢炸掉。这两条铁路会当讲是南韩甲北韩和平的象征，所以即马外界嘛解读讲两韩的关系是彻底拍歹。 北韩的阿兵哥准备引爆，过来就出现兵器的画面，刷头是夜杯，边仔的蓝色路票用韩文甲英文写一路顺行再会，看起来真考试。乌托机甲各种大型的设备也驶入去这个路段，协助后续的铁路工程。这是南韩陆军无签名提供的画面，后边去的是连接南北韩的经义线道路。 南北韩局势真紧张，北韩伫初九对外公布已经切断和南韩连接的所有公路甲铁轨路，开始边境的设防工作，并且抢攻要甲连接两韩的交通兵器。伫当地15中到12点，北韩有影伫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北，经济线甲东海线部分连接道甲兵器断绝双方的陆路交通。 根据南韩军方接下的情报，北韩对去年底就一直伫军事分界线四边带地雷、铁电火条啊、铁轨路甲附近的建筑物，准备兵器的工课。也若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虽然互兵器的经济线甲东海线拢伫北韩内底，说是南韩开钱开1768亿的韩元贷款，互北韩所起的，换做苏当时的贷款汇率，等于是代票43亿。虽然讲是贷款，不过北韩将来毋捌还过这条钱，而且讲兵就 北韩即届并条道路的原因是伫11日南韩的无人机侵入平壤的天顶，并且也大量的传单。传单的内容针对金正恩甲伊的查某囝金主爱，指控因伫北韩人民面对困境的时，有愿开大钱买名牌，并且强调南北韩年收入的政策。北韩官媒报道讲，这内容已经互朝鲜的人民真生气，认定是严重的欺抗行为。 한국인으로서 당연히 좀 안타까운 심정이고요. 조금 더 우리가 활발하게 교류가 좀 이어져서
좀 더 회복이 되었으면 좋겠는 마음입니다.何看做是和平代表的经济线甲东海线，和北韩单方面放弃外界解读做南北韩关系选果变面。南韩军方伫北韩强调，铁基路甲车路了后，是向军事分界线以南展开对应射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目前北韩的爆炸行动无互南韩带来损害，不过军方当咧严密监控北韩。公司新闻新6倍编译。讲到台北市金华城的弊案，检方是提审在案被告，也就是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参伊的助理吴顺民，也佮有台北市政兵局局长兼顶越开发的前董事长朱阿虎。另外，台北市长蒋万安嘛表示讲，已经下令停止金华城的时间勘验，伫咧停工期间，嘛要求相关的人员得要做好安全维护的措施，确保工地公共安全。不算命吗？穿外套头行真紧的查甫人，就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的助理吴顺民。今日后壁白头毛、挂嘴暗、提文件甲手铐牵起来的人是应晓薇。北检继续侦办金华城案，透早搁再提审在案2个人。董事长为什么需要抗告？坦诚信会是哪个部分？北检下晡提审，搁再向法院提出羁押控告的台北市政兵局局长、前顶越开发董事长朱阿虎。另外，为着厘清前台北市长郭文地有关的政治现金募款的流向，北检14日指挥廉政署以证人的身份约谈文华东方酒店负责人林明群。根据周刊的报道，传出郭文地的 USB 当中有记录家人市长贾国良2巴的相关内容，贾国良也出面说明。假如这个检方有传唤我这边的话，我一定会非常积极，而且全力配合。太多的细节我没有办法去透露，就是说的确有家族的企业跟民众党有过一些往来。北检表示，就看按照消息来源，家己推敲报道，无要评论。针对外界关注金华城停工敢会造成公共安全的记录，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做出回应。停止生活勘验期间，我们就会要求，其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建筑法规，不管是起造人、承造人或监造人，都必须要做好一切安全维护的措施，确保工地的公共安全以及避免对周遭住户的影响。蒋万安强调，伊的魄力就是坚定依法行政的立场，未受到影响。已经要求建筑管理工程处无受理金华城后续提出施工勘验的申报，安尼已经达成实质停工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中正2校那像逼出食物中毒的案件，至少有42个学生13个暗顿食了，就出现脑骨头的状况。高雄市卫生局表示，学校的饭菜是请外包厂商入去煮的。稽查现场嘛发现到有鸟鼠、有家蛇这的问题，已经要求厂商停止供餐7天，加强清洁消毒。若是复查无合格，上当会当甲因罚价2亿。来到中正2校厨房，卫生人员为环境检体到车柜食材拢带回检验。市政府14暗时接到通报，前日天暗顿了后，中正2校学生囡仔好亲像真侪人食物中毒。到15下晡1点前，拢总42个国一学生出现发烧、吐骨、落瀉，即种当为到镜头。现场采回10余检体44件，环境检体4件，将视检验结果依法办理。针对发病个案及厨工进行人体采检，预计共16人感染病源，采检厘清中。后来餐饮由外包厂商采买食材了后，使用学校的厨房煮食。市政府稽查作业场所，发现食材无离开涂骹，冷藏冷冻区无温度记录表，洗水槽无洗手液、拭手纸这些缺失，甚至出现鸟鼠、家蛇、糊尘，要求厂商为15至21停止供餐7天，全面清洁。学校目前已经配合高雄市卫生局入校实施疫调及查验，针对伙食作业区以及学生用餐环境实施查，并将食物检体予以采样，以厘清学生身体不适原因。学校安排协助17个学生囡仔就医，经过诊断是上呼吸道感染，也甲肠胃炎，拢已经转来学校休困。会配合疫调这个相关查察，嘛会加强环境卫生甲饮食的安全工作。高雄市政府已经要求厂商限期改善，若无会罚6万至2亿，嘛袂当复工。听候检验结果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的私募基金公司出151亿欧元，要来买一个法国大药厂赛诺菲的子公司。说因为这子公司是负责生产一款家家户户接咧用的止痛药啊，牵涉到国家敏感产业的独立性这个争议，所以买卖就引起法国调查的反对。法国的财政部长阁表示讲，若是有必要，国家投资银行就会出手来确保这间子公司留伫法国。Doliprane 是治疗或者是疏解痛、甲发烧的，唔免开药单的药啊。法国药局到超市拢买得到，全国的销量超过40万盒。生活药妆期间，甲所有 APAP 的药物同款，拢捌因为需求量大增加，引发抢买囤药的情形。Doliprane 是法国第一大药厂赛诺菲以下面非处方药啊子公司欧佩拉所生产的，和国际真侪大药厂同款。赛诺菲也按算甲业务的重点放伫免疫药物、甲疫苗的研究开发，所以计划甲欧佩拉业务分出来。美国的私募基金公司 CDNR 开出150亿欧元收买50%控股的条件，双方这礼拜进入最后的谈判阶段。却因为牵连到国家的敏感产业失去独立性的争议，朝野各党派拢有人表明反对，让这个跨国收购的案件增加新的变数。Pour Doliprane, ça parle à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on a tous des boîtes de Doliprane dans nos placards et céder ainsi ce médicament, encore une fois, qui est le fleuron français, le céder à des investisseurs étrangers ne nous rassure pas du tout, car nous n'avons aucune garantie à moyen ou long terme du maintien de cette production et de cette présence sur notre territoire, de ces millions de comprimés de Doliprane produits chaque jour. 和总统马克宏同款属于中央偏右派的国会议员，甚至讲，这条交易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真大威胁。财政部长阿尔芒则是到欧佩拉设伫诺曼底的工厂会面劳资双方，表示欧佩拉的总部、生产线到原料的来源拢会设伫法国，保障11000名员工的工作权，和法国消费者用药的需求，并且威胁若有必要，法国国家投资银行会出手掌握欧佩拉的黄金股，确保欧佩拉均留伫法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有一款来自罗西亚甲乌克兰的蛤蟆合作班尼伊贝，伫咧1989年是头一间发现入侵到美国的五大鳄，因为咧生团的速度是真紧，阁会来抢鱼仔食米，严重影响到当地本土的生态物种。而且即马嘛有探去到澳洲甲瑞士，若破坏着生态，阁会甲这抽水的管线拆掉咧。预估伫咧20天内，这班尼伊贝数量恐惊会增加20倍。瑞士渔民代理对纳沙泰尔湖甲相型的希望游起来，想要掠的目标淡水的鲈鱼无几条，网仔的底部却连一大堆咖啡色的贝类，甲靠嘛靠不清气，真正是有够困扰。Quand on les sort, on casse automatiquement le filet. Le filet, quand on le lève, il ripe sur le fond et ça ramasse les moules, ça déchire les mailles. Alors la vie d'un filet à perche là que j'ai chez moi, c'est environ 2 mois, mais là en 1 mois ils sont foutus. 这种班尼壳菜是原生伫乌海的外来种，2014年第一摆伫来银河内面发现，10年以来至少已经散布到6个瑞士的湖内面定居，一大堆正肉黏伫湖底，日内我湖水下口250公尺深的所在拢会当看到。这种壳菜生产力是有够强，一个会当生几10万只幼虫，幼虫在水流内面传播。那船只和设备运输到新的湖和湖的时阵，就会顺势甲你引入去新的环境，真紧就甲迄个所在占满。科学家根据伊的亲情花雕马壳菜，顶世纪伫美国五大湖入侵的路线来预测，伫未来20天内，瑞士的这种班尼壳菜族群可能会增加20倍。事实上，即马伫法国和德国的水域嘛已经会当看到因啊。Et en fait, quand on regarde ce qu'il y a sous l'eau, on peut imaginer que voilà, elle a une colonisation exponentielle. Vraiment très importante puisque l'ensemble de ces écosystèmes maintenant sont complètement couverts. 班尼壳菜一大堆一日啊就入侵，嘛甲大量的浮游生物拢食去，互本土鱼和其他的物种无物件通食，影响生存。瑞士本土小龙虾数量已经伫咧降啊，有人翕着讲因身躯顶拢是这种壳菜，特别被喘气。另外壳菜佫会甲抽水管线拆掉，妨碍水源。目前瑞士佫有足数的湖泊看到因，当局考虑要制定船只运输和清洁的新规则，防止因入侵。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
再来看阿根廷的海翁，英国因为人类掠伤济，强要绝种。伫咧禁止掠海翁了后，数量才慢慢去增加。不过，即马研究人员阁发现到，那像是因为人类掠鱼仔掠过头，据说这海翁若要找食，就要冲水冲去到100公尺深的海底。 体型大只的无鱼领海翁伫海面自在伫游，不时边连海尾，互欣赏海翁的民众真欢喜。阿根廷南部瓦尔德斯半岛，当年6月至12月会启用无鱼领海翁来这个安静的海湾生团。无鱼领海翁是有秋海翁的一种，身长13至16公尺，体重60至80吨。上大特点就是头有生5公分高白色的丝肉。 这个丝肉就咱亲像咱的镜头粉同款，每一只拢无共。无鱼领海翁捌因为商业捕猎面临灭绝，为1937年禁止捕了后，数量稳定成长。不过因即马可能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找食较困难。Cuando nosotros salíamos a muestrear el comportamiento de alimentación superficial y subsuperficial, lo que veíamos que muchas ballenas buceaban y luego cuando volvían a la superficie tenían barro en las callosidades de la cabeza. Entonces eso significaba o nos daba evidencia de que las ballenas estaban buceando muy cerca del fondo. 研究人员伫8只海翁的身躯放摄影机，发现海翁妈妈原来会带囡仔冲入海底，找鱼仔甲细只鱼仔食，这是较早毋捌发现过。 Otra cosa interesante que era desconocida para nosotros y pudimos descubrir a partir de este estudio es que los ballenatos, es decir, las crías de las ballenas, también bucean a más de 100 metros de profundidad cuando acompañan a sus madres. 研究人员提出报告，海底的细只动物比海面较济，这可能是海翁囡仔嘛都爱会晓冲落水底食的原因。环保团体捌警告，过度甲非法远洋渔业的捕猎，当威胁大西洋西南部海峡的海洋生态，互无鱼领海翁找食困难。研究人员即届新的发现嘛，印证这个警讯，因呼吁人类避免过度使用海洋资源，共同保护海翁的家，互因会当伫这个美丽海洋生态。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平均一日就17万位旅客，不过因为这观光是发展了上过头，嘛出现厝租厝价上悬，影响到当地生活品质的问题。愈来愈多居民甲店家气不满。目前这是政府是宣布要停发短期的租厝许可，嘛要研究开发观光以外的经济商机。 巴塞隆纳的街道人是叉叉叉，有名的地标圣家堂头前游客是有够多。这是8月9月的时阵，巴塞隆纳的观光发展甲真好的情形。不过伫遮尔闹热、遮尔侪人的后壁，一间天业的店家打字条，写讲游客紧走啦。佮有这面壁顶悬嘛红写同款的标语。若本地人安尼想，甚至连外国游客嘛感觉巴塞隆纳无适合住。 We saw a lot of tourists, and we were thinking. I'm not sure if I would like to raise my children in a city with so much tourism. 根据巴塞隆纳市政府的数据，去年有约2600万的游客，拢来到这个有160万居民的城市，游客大大增加，甲当地税厝的市场拢拍乱去。过去10天内，不管税厝还是买厝的成本，拢起要7成。住伫这个公寓的安德拉达就烦恼讲，厝的租用若到期，就会互厝主赶走。 Que claro, hay que parar esto porque este hombre está ganando 9.000 al mes con los turistas, cuando saca 1.000 con nosotros. Entonces, ¿cómo no va a querer que nos vayamos? Ese es el problema. 当地民众还讲，巴塞隆纳因为过度发展观光，造成当地生活品质一直降，传统文化拢无去，已经得要亲像威尼斯安尼啊。7月就有民间组织发起抗议的游行，要求限制旅游业。相关官员嘛已经感觉到必须改变。 Yo la afirmación que hago es que por encima del 13,5% probablemente ya no aporta valor al turismo, con lo cual hemos de buscar distintas estrategias, la gestión del turismo, pero al mismo tiempo intentar crecer y desarrollar otras actividades económicas que puedan permitir de alguna forma crear ocupación en otros ámbitos, sea el ámbito comercial. 面对民众一直增加的不满的情绪，巴塞隆纳市政府已经行出第一步，伫6月宣布对2028年开始停止发放新的短期税厝的许可证，进前发的短期税公寓的许可证嘛全面取消。有学者建议讲，巴塞隆纳应该定调整发展的策略，才当发展观光嘛顾着追求人民的福祉。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过去伫咧东罗马帝国统治时阵，有起造一个大型地下蓄水池，真壮观，甚至是有地下宫殿的称号。即马即个千外当历史的蓄水池，嘛成做土耳其重要的观光景点。土耳其伊斯坦堡圣索菲亚大教堂对面，过车路就是地下水宫殿的入口。等你看的观光客是直直来。这座地下水宫殿又搁好叫做沉雷宫殿，或者是地下水箱，其实就是一座东罗马帝国时期的地下潜水槽，藏伫地下20公尺，提供啉的水，互苏当时搁好叫做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堡民众使用。La forma en la que está conservada, ¿no? Para que el turismo siga viniendo y es un atractivo definitivamente. I thought just with the name that it's a basilica, a form of church, but I just learned that it's actually used to be an ancient water storage tank, so which is very interesting to know. I had no clue. I had not read about it before coming here. 西元6世纪，地下水宫殿是君士坦丁大堡时期所起造的。这座长140公尺、宽70公尺的超级大地下潜水槽，会当抵10万吨的水量，供应民生用水。水互抽到地面了后，透过20公里长的引水道送去各地。往地下水宫殿的石头楼梯计共55层，厝顶是由悬9公尺的石条排做12抓。 计共336支圆条来体条的。Just can't believe that those many years ago that they had this much knowledge to build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make it watertight and find the resources. 地下水宫殿参观的路线真简单，一条路探到上内底，因路会看到2个主要的景点：目屎条甲梅杜莎的头像。互号名做目屎条，是因为看起来那亲像咧流目屎，有水对悬顶流落来，互条啊永远拢是淡的。 当初挖这个地下水槽，动用大约7000名的努力，有真侪人伫遮牺牲，因安尼立一个条来纪念。地下水宫殿伫1987年头一届对外开放，期间经过真侪届的整修，甚至伫2017年关起来进行防地动的工程。2022年重新开放，搁成做伊斯坦堡当地上重要的文化遗产甲观光景点。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